色列和哈马斯的战况一直在恶化，那黎巴嫩真主党甲叙利亚嘛趁机会帮以色列战火上头烧。缅甸北部有难民营受炸弹攻击，上无是有29个百姓死亡，也那南部是因为遭大水，超过2万人失去家园。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节目头起先继续来关心以色列甲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战争。目前是已经战到第4天啊，这个状况也一直在恶化。以色列是大调兵，解除所有作战的限制，炮火全开进攻加沙地区。以色列这阵会用讲是战火上头烧，毋但南边伫咧加沙地区甲哈马斯咧战，北边的黎巴嫩的真主党，佮有叙利亚嘛拢趁机会帮以色列。而且以色列伫咧中东之地是少数的犹太人，附近的国家多数拢是阿拉伯人，讲起来因是会较倚巴勒斯坦。为着封锁这块加沙地区，以色列即阵是警告甲因土地有相接的埃及，不准开放边境，不准送物资入去，嘛不准互人对遐入开，要用切断资源的方式消灭哈马斯。为空中弹落的炸弹，牵着地面都爆炸，大概攻击了后，就坚决放弃。以色列甲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爆发战争真侪天，以色列伫调集军人甲30万后备军人了后，国防部长格朗特表示，已经解除国防军对哈马斯作战的所有限制。强调哈马斯亲像加沙的伊斯兰国，爱攻击加沙地区，佮宣布2名哈马斯的高战死亡的消息。ייקח זמן, זה ייקח יום, זה לא ייקח שבוע, ייקח שבועות ואולי חודשים. אנחנו נגיע לכל המקומות. לא יהיה מצב שאת האחים שלנו, את הילדים שלנו, את ההורים שלנו ירצחו אותנו. 格朗特表示，哈马斯毋望加沙改变，也毋过是这状况会甲因想的完全颠倒变。佮宣布过去几多天，哈马斯的攻击飞弹一直飞过加沙走廊的空中攻击以色列，大部分拢向以色列的地对空铁穹防御系统拍落来。同时间，黎巴嫩的真主党嘛为七八开始，伫黎巴嫩南部发起声援巴勒斯坦抵抗活动，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差不多15粒的火箭。且甲有1名以色列军官伫黎巴嫩因为武装冲突死亡，以色列的反造成至少3名真主党的武装成员，甲2名进入以色列领土的恐怖分子渗透人士死亡。为此，以色列佮加强对加沙走廊的控制，封锁对加沙的食物、燃料佮其他供应，佮警告埃及袂当开放甲加沙的边界。埃及伫甲加沙的边界靠近拉法附近受到控制了后，就关闭唯一的供应通道，防止大规模的人口为加沙走廊渡去西奈半岛。الجيش المصري أنشأ مؤخرا في اليومين الماضيين تحديدا 6 ارتكازات عسكرية جديدة بشكل يومي وعلى مدار الساعة في دوريات عسكرية مؤللة مع آليات عسكرية وأفراد بيقوموا بعملية تمشيط للشريط الحدودي بشكل مستمر. 对以色列甲哈马斯的交战，美国表示消停以色列。美国总统拜登谴责哈马斯组织是纯粹邪恶的组织，而且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电话会谈，承诺会补充以色列铁穹防御系统所使用的纳智器甲弹药。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嘛伫当地10日出发去以色列协商相关的内容。另外，伫区域紧张局势继续升温之下，以色列伫1967年占领的戈兰关地，其实嘛受到叙利亚的迫击炮火攻击。以色列军方表示已经发射弹药反击，嘛互这一个区域的下境交会的状况愈来愈严重。公司新闻台是董炳玉。以色列为着消灭哈马斯，下令封死加沙地区。不过，这内底其实嘛有带一般的百姓。联合国就指出，目前加沙断水限地，20万人有落无厝，这学校崩崩去，囡仔嘛无法度去读书。而且，这阵国际补给运袂入去，当地已经咧欠食是欠药啊，状况真凄惨。从安地伫加沙学校避难的巴勒斯坦学童，听到数一个得过以色列战机拢发出声来，就算是地上艰难的时刻，细汉的囡仔共款耍共款笑，想起前马就看到火箭来13岁伊斯拉讲，也是真惊。يعني كان حرب فجأة
إن إحنا ما عرفناش كنا طالعين على المدرسة اللي هو بيجي الصاروخ على البحر。伊斯拉一家人从安地伫联合国救济工作署伫当地设立的学校避难，小小一间教室平均客至30人，除了无法度好好困，洗身躯去便所也成问题，水甲食物更加是无够分配。 عايشين بشكل رعب جد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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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يعني مش عارفين ايش اللي بيصير فينا قاعدين ولحتى اللحظه هذه 哈马斯提起突袭以色列，造成平民死伤惨重。那以色列动兵回击，造成加沙建物甲交通严重毁损，当地学校甲医疗设施也无法度避免。联合国指出，加沙大约有20万人，相当1/10的人口。 有路无厝，以色列对加沙下达全面围城令，居民防限电断水。那人道救援组织也因为道路中断无法度运送物资，规个加沙亲像孤岛，居民处境真危急。 This risks seriously compounding the already dire human rights and humanitarian situation in Gaza, including the capacity of medical facilities to operate, especially in light of increasing number of injured people. 联合国警告，以色列的围城令危及平民的生命安全，明显违反国际人权法。那以色列伫初九征调30万后备役的军人加入军队，初十伫法国巴黎机场出现坐飞行机前往以色列人潮，以色列航空甲以色列航空继续前方疏运。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 这场战争上无已经有2000人死亡。一个以色列女性就口讲，哈马斯杀死因阿嬷，佮粗残开直播，互因亲目睭看新人死亡。这哈马斯掠去的人质是毋但以色列人，上无佮有10外个泰国人。因的家属即阵是烦恼甲心狂火倒，拜托政府赶紧斗相共。 今日爆炸声了后，随庆祝因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甲以色列的激烈战斗进入第4天了后，以色列搁一摆反击，空袭加沙伊斯兰大学。无情的战火上无辜的是高战区加沙当地的平民。一名以色列少年女性初十悲伤的控诉，家己的阿嬷妻被遇害。那哈马斯下毒手的时阵，也搁开启小分贝大的直播，互家属看到一切。 סבתא שלי על הרצפה בבית שלה, רצוחה בסרטון. כל הרצפה דם, סבתא שלי שוכבת שם. 高战双方报复性的反击已经夺走超过2000条人命，除了100平民，不少外籍人士也真着急，因为哈马斯初期发动攻击，因伫加沙亲友就失联。泰国东北部的童坤，伊的后生初期和哈马斯拔走，都下落不明啊。 ก็หวังอยากให้ลูกและกลับมาอย่างปลอดภัยแม่ก็หวังแบบนี้แหละ 通过后生为着限制，2年前到以色列工作，顶礼拜5，伊甲家庭通过电话了后就失联。另外一位泰国民众努普拉也在机台奇迹出现。ถ้าผมไม่รอดแม่ทำใจนะแม่ทำใจ。 只是最后，努普拉听到上无想要听到的消息，因后生已经遇害。到10月为止，已经知影14名泰国人和哈马斯绑架20人伫冲突中死亡。泰国是以色列外籍移工的主要来源之一，目前大约有3000名泰国人等咧想办法回国。同款艰苦的，也有住伫以色列美国公民，因的亲属也为初次爆发冲突了后，都无消无息。 The first one said, "I love you," and immediately at 8/11 also it said, "I'm sorry." And so I knew immediately, wherever he was, it was a terrible situation. I took it. 失踪的美籍人士，包括军人、护理师，家属要求美国政府提出办法，让家庭赶紧回来。美国官方指出，目前已经至少知影20人失踪，无确定是从靠做人质，还是不幸罹难。也毋过答应会量早找到失踪者。公司新闻7万人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 中国山东有高中生搬戏剧，内容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暗杀事件。近年有反日的网友是支持学生的表演，不过嘛有大阵人骂这学生想无知。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美国航空母舰雷根号搭去群，明仔载挖南韩富山港，要展现美国哈北韩的决心。英国《Times》报道，
日，美国海军一个华裔士兵承认伊收乌西$15,000，提供军事设备甲演习的秘密消息给中国。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哈佛大学30外个学生社团联署反对以色列，讲这以色列爱为当地长期的冲突来负责任。大领头又是真生气，叫这学校都要明确表态处理联署的学生。上尾是华盛顿邮报，世界银行甲国际货币基金开年度会议。经济学者是讲，以色列迄边的冲突，恐惊是会互全球通货膨胀的情形更加严重。美日韩三国2007年又搁举行联合军演，驻日的美军雷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搁有日韩的主力军舰，拢有9场做伙演习。因是做伙训练查考仪的船查违禁品，真明显是咧针对北韩。甲雷根号航空母舰搭配，包括美军的星盾巡洋舰甲库德舰3只，日本派出的主力军舰是头一只传统式飞行甲板的日向号护卫舰。韩国海军是由星盾库德舰，利古里尔号代表，虽然有星盾舰独立演习，明目一般的演习科目甲星盾系统，船中的飞弹防具无关，而是所谓的海上拦截。美国国防部针对驻华美军发行的新条机报，根据北约组织海上拦截行动训练中心的定义指出，海上拦截包括命令可疑船只停止航行，搁派遣武装人员定准所在，若有技术和国际组织列入禁运的物品是扣押船只搁逮捕船员。新条机报引用韩国海军高层的话讲，北韩积极发展中程飞弹甲核武，参新型的潜舰作为发射平台，对东北亚的威胁扩展到更较多面向。所以美日韩三国需要加强合作，断绝北韩违反联合国禁运为其他国家引进相关物资甲技术的管道。在演习结束了后，雷根号航空母舰会顺路访问韩国东南部大港釜山，有计为12停留到16。除了北韩问题，中国伫东海紧接的军事行动也受到美日两国关注。新条机报较早报道指出，美军太平洋空军指挥部所属原本驻防伫日本九州南边的陆奥基地 MQ-9 无人机总数8架，连同150多名人员，会移防到沖縄的加昌纳基地，就近监控沖縄市考回中国海军动态。MQ-9 无人机因为会当搭载重1700公斤的武器，包括地下火、反装甲飞弹、甲雷射导引炸弹，所以方叫做死神。不过，新条机报引用日本防卫省的讲法指出，这8架 MQ-9 无人机并无任何武装配备，而是专职侦察任务。这也是美军伫全球自用系列无人机部署伫青心关、三德基地、甲广岛关、英国基地了后，搁一个驻扎无人机部队的地点。公司新闻家人朋友，缅甸即阵是天灾人祸做伙来，北部的克钦邦有难民营拜一半暝受到炸弹攻击，上无有29个百姓死亡。民兵是指控讲这是军政府动手的。也若是伫咧南部是有因为大雨当咧做水灾，东灾区古波市上无有2万人失去家园。涂骹满满是风炸害插头，民众物品散甲规涂骹，边仔也阁有爆炸了后流落的大溪洞。缅甸北部克钦邦挖近中国边境的这座难民营，初到暗遭到攻击，营地内的学校、教堂甲大量民家都互散作平地。这场攻击至少造成29人死亡，罹难者拢是平民，其中10多人是囡仔，另外还有超过50人受伤。因为难民营所在地点由反军政府团体掌控，反对派人士甲英国驻中共大使馆认为无法原乡都是军政府，也毋过军政府反抗，民兵独准的炸弹引起爆炸，才造成无辜民众死伤，也毋过无提出任何证据。也伫缅甸南部受到大水侵蚀，当地礼拜日开始连日落大雨，引起严重水灾。上甲大城强港附近的福果市街路河水淹，水深沟丘，早着加火撤离的民众爱冒险撩水行，甚至有民家一楼河水淹去，居民只会当伫悬的所在等待救援。Cám dùng mua đi khai dùng mua đi. Thì đâu gì mẹ là khám. Đâu gì mẹ là khám dùng cũng mà dùng. Mấy cái đi đâu bỏ ra. Ra ông bà ông hám mà gì quá có đầu vào. Nhà em là gì rồi. Đây mà gì nhau được không nếp trên này. Vì anh gì à, mình đây nè cái gì vô cái gì vô cái gì đi làm rồi. Ô rồi.
没有说过个，你把整个就过来的。缅甸雨季定出现大雨，也毋过不过伫24点钟内落达到200毫米的雨量，创下10月单日雨量上悬纪录。缅甸媒体报道，不过市已经有2万人因为大水有家无厝，附近的强江北部有4000多人风疏散。缅甸为7月开始，就连续发生大水，包括洛开邦、克钦邦、克伦邦等9个邦甲地区，拢经过大水之苦。科学家指出，受气候变迁影响，当地未来恐惊会出现更加激烈的极端气候。公司新闻7月6日。今年的温度是一直热甲破纪录，若是热加上湿，咱的体温无法度透过流汗排出去，就增加有生命危险。根据最新的研究，只要地球的温度比工业革命进程加3度，全世界都有15亿人会面临生命危险。根据美国这礼拜公布最新的研究显示，讲因为造成的气候暖化，已经让全球各大城市关湿热的天气形态会继续增加。那地球的气温比工业革命进程是悬摄氏3度。全球会有15亿人会面对送病院的风险，若佫悬摄氏1度，受冲击的人就会加倍。And at 4 degrees Celsius warming, we see that about 3 billion people experience 1 week of these environmental thresholds that are deemed uncompensable every year. 在大数的状况之下，人体透过皮肤来流汗，小气就会无去，但是若休息会阻碍这个蒸发作用，甚至是完全无效。若人体中枢过热的时阵，体温调节的机能无去，会造成器官加速衰竭，甚至在几点钟内就会死亡。科学家利用地球的温度来测试人体会当承受湿度的极限。地球温度是讲对一块空气来做加湿，到上济的时阵会当到的温度。根据2010年的研究，人体无法度承受地球温度摄氏35度以上的高温。那在这种环境之下，继续6点钟，人体都会被砍折。但是2022年的研究，甲极限是改做摄氏30到31度。Once you start experiencing 300 days of this every year, that's where things such as climate migration have to take place. Or unless you want to sit inside in air conditioning every day of 9 months a year, which is not a life that I would want to live. 根据研究，这几年全球拢出现进前无的关湿热的天气形态，嘛代表讲人类为着生存，一定要延长伫个有冷气室内的时间。这已经会冲击到经济活动，对无法度负担冷气和必须要靠劳力来生存的人口，恐惊会变作极端气候之下无适合只好淘汰的族群。公司新闻郑元庆编译。比利时运河古城布鲁日，风景就亲像囡仔国内底小镇同款水。过去当年是有800万人次去游览，这疫情转好了后，游客就愈来愈多，交通开始拍价，物件佫起价，这是互在地居民有够困扰。旅车行伫咧石头路，敢若是经过时间的磅空，长期同为故事同款的古早时代。比利时运河古城布鲁日，互人叫做欧洲北边的威尼斯。是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城市，所在无大，人口要到12万，每年来遮游客有800万人次。全球大解封了后，第一个热天，路的店内拢是观光客，游河的贡多拉船逐班拢客满，4季拢全人，当地遮的民众真痛苦。It's really reaching a red line now, and it's like the landlord over here said, we don't need more tourists anymore. It's enough, maybe a little bit less. I've seen it, the people coming also more and more to here. Now they even come with boats, and there's a lot of trouble with that. 布鲁日正花比利时的第2大港，则布鲁日游轮若靠岸了，旅客拢会顺续来遮停几点钟，因为布鲁日大房的数量无够，游客来遮拢是算一天安尔。对各大洲内的观光客真多，也造成真多乱象。I didn't thought that this much people would be here. 同款是运河城市的威尼斯甲阿姆斯特丹也拄着同款的情形，游客伤多，造成景点的物价一直起，加对环境的冲击，搁再引起过度旅游的争议。各地订房网站哈拉杜以居民甲游客比例做指标进行调查，
2022年，全世界旅游超载第1名的城市是克罗埃西亚的杜布罗夫尼克。美国戏剧《权力游戏》评价会之冠就是伫遮翕，居民甲游客比例是1:36。威尼斯甲布鲁日同款拢排第2，居民甲游客比例1:21。阿姆斯特丹市议会即个一个巴塞隆纳、威尼斯等城市了，也通过禁止邮轮扩换的提案，减少游客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甚至建议，将威尼斯列入评为世界卫生名单，避免气候变迁加过度旅游的破坏。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日本真侪观光景点有一款牵车，通常拢是男性来牵。不过，这阵东京浅草嘛有女性咧牵车，这是有够考验体力。咱做伙来看。笑眯眯，招呼人家上车，并且真大心，为因维护这个布帘。伊可能无啥会相信，这只有155公分悬，身材细汉查某囡仔竟然叫会顶动一台人力车。伊是22岁，小本邮箱，做这样头路已经2年半了。人力車の仕事は男性がするものだと思われがちなんですけど、女性もキラキラ輝ける素敵な職種だと私は思っています。邮箱西门西路经过东京浅草区的大街小巷，哪注意交通状况，哪向人客来介绍当地文化。到目的地时阵，伊甲同伴斗阵自我来介绍，人客也对因真热络。In start, I cannot believe she will carry us, but in the end, I'm very happy to see the woman succeed in this job. 邮箱深深感觉，能得到人客信任是真无简单的。为了改变大家原有的印象，伊接受4个月魔鬼的训练，每天平均爱走20公里，就算大日头下汗擦擦地，伊也是走甲真欢喜。っていうのも私運動経験がないっていうことから運転するのがすごい大変で、もう最初からもう人力車落としちゃったりとかすごい大変なことばっかりで、結構やめたいなって思うことがすごい多かったんですけど、今は運転も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コツをつかんで。邮箱因头前挂着我无想要放弃的牌仔勉励家己。东京女车夫真苦耐劳的影像伫社群媒体公布了后，吸引更侪女性来进入这行业。人力车头家发现，车女性对着吸引女性乘客有帮助，更加大胆来聘用女车夫。像这间公司女性员工已经增加到3成，因为因的收入其实袂歹，上受欢迎的车夫一个月会使赚超过100万块日票，超过21万的台票。公司新闻张惠斌编译。感谢您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再会。